活動咧係由30個省級同鄉社團合辦，累積咗過去2年嘅經驗咧，如今已經成為本地推廣同鄉文化嘅年度盛會，深受香港市民同埋遊客歡迎，入場嘅人數亦都逐年增加。市民同埋遊客唔單止能夠體驗唔同家鄉嘅獨特鄉情文化，更加能夠一站式咁樣品嚐到各地嘅家鄉傳統美食，選購特色產品。呢次嘅活動實實在在係以鄉情促交融，以文化聚人心嘅生動實踐。我祝願國家繁榮昌盛，香港百業興旺，各個同鄉社團嘅會務蒸蒸日上。第3屆家鄉市集嘉年華圓滿成功，所有入場嘅市民同埋遊客都滿載而歸。多謝大家。